这一次的河工往事灯区，从望月桥、承天桥到安义桥，总共有10件作品，想要带给大家一个类剧场形式，也包含了可以有一些亲子的，也有一些动力装置的，甚至有一些灯光剧场型的展演，希望大家有点像是行动艺廊的感觉，让大家在这个运河旁边不但欣赏美丽的景色，街头的艺人，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当代艺术的作品。从作品的第1件到第4件，它有点类似剧场的概念，行动剧场的概念。它是在从整点开始播放3分钟的表演，然后让你走到第2件作品，它有5分钟的表演，然后它就是走到第3件作品、第4件作品，它好像是一个剧场的形式。你走到了第4件剧场，它有30分钟的一个展演的感觉，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感受跟欣赏。谢谢文化局跟策展的老师林宏文老师的邀请，然后让我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次400年灯会的制作。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新城记》。台南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是你可以会有进城跟出城的感觉。那这件事情在现代人的体验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作品的其中一个初衷。这次的作品里面啊，我们在新城的部分，我们有放了几个代表性的建筑物，譬如说，我们从荷兰刚开始，在1624年进来的时候，他们所慢慢发展出来的热兰遮城，然后在明朝的时候，赤坎楼、大东门，然后到后来的林百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400展区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船、一个帆的意象，所以其实他在带我们看见安平跟世界的关系，然后接着其实是各种不同的身份的艺术家，那国外的、国内的原住民、客家或者是新住民。那我们从他们的创作当中，他们其实在体现一个安平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跟人群的互动的平台。那运河那边其实我们用了比较科技艺术的做法，因为运河其实它没有这么的宽，它那个场域的可控性很好啦。那我们希望在那边其实用一种比较科技艺术，然后声跟光的相互的结合。台湾灯会，我们在安平灯区，想要呈现跟表现的其实是回应一个2024年台南400的精神。那安平作为一个台湾乃至于台南面对世界的窗口，这400年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族群在这边的汇聚。那当然它也有冲突、有协调啦。所以这个安平灯区，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是像沙仑灯区一样，就是一片大放光明的，然后只靠一个单一的。我们靠的比较我们说单一的作品的主灯来呈现它的气势。它应该在安平灯区，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主角一起来参与我们对那个故事的诉说这些主角就是这些艺术家们原住民啊、客家、汉族、新住民、日本、荷兰甚至于印尼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台南跟安平多元性的代表啦。那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安平在过去的历史的特色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也经由安平然后经由这些作品，看见这些多元文化怎么在当代展现出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3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彩虹游行联盟举办第7届游行，有迎来者不少人特别打扮来参与，希望让社会关心性别平权议题。今年全台第1场大型同志游行活动落地登场，以有迎来者为诉求，透过视觉参与活动，
将性别平权等相关议题传达给社会。在2024年的现在，虽然台湾已经通过同婚，大概已经将近5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其实歧视的言论一直还是潜伏在台湾的一个社会当中。其实也不只是针对 LGBTQIA+ 的一个族群，那当然还有针对台湾的可能是新住民也好，或者是原住民，甚至是女性也好，对它其实都还是有一些歧视言论的一个存在。东港游行吸引1万多人响应，为忠义路甲府前路口出发，行过中西区甲北区，全长大约4公里。参加的成员拢精心打扮，参像大型的嘉年华会。咱希望讲，咱今年大家会当来性别平权这个活动，有闲来坐，咱彩虹坐坐。咱时常关心着咱的婚姻平权的议题，包括说我们的公共空间有很多还有该在努力的地方，软体的部分、硬体的部分都要持续的加强。台南市议员李宗麟、朱正轩甲组织会东港嘛到场，强调支持性别平权，期盼在中央甲地方政策方面持续努力。和社会更加多元包容。台南新闻所台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5摆临时会伫民治议事厅召开，议长曲丽丽特别把握机会，甲侪议员来共同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同时邀请大家来行村。台南市会第4届第5次临时会开议，在内要审查113年总预算甲38件店户款案，嘛因为3、4月是商会好时节。开幕第1天，议长曲丽丽伫侪议员陪同，嘛做伙来行销蓝电、百合班机会等遍地开会会海，希望民众把握机会。同时记者会现场嘛准备有瓜仔岭汤仔鸡、新芽豆菜面、东山咖啡以及咸水意面等伴手礼，邀请大家喝康到小报。台南400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除了2024的灯会在台南之外，我们都知道，我们大西北地区的花海是最漂亮的。除了我们台南的蓝展国际蓝展，现在还在后壁举行当中。另外呢，我们今年的木棉花白河林出皮的木棉花也提早开放了。现在3月2号，我们的那个木棉花季即将开始。那我想，我们台南的美丽的风景是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行这个春暖花开实在好行，邀请我们台湾每一个地方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我们台南赏花，尤其我们 K8的花是上介水的。每一摆议会临时会，摊议员拢有出席的时机，做伙来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希望借着议员的人脉，吸引更较侪民众来台南佚佗。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新月音乐艺文协会甲曾志杰议员服务处9号伫东区举办音乐会，邀请侪位歌手演唱经典的国台语老歌。吸引社区长辈前来听歌。这场由台南市新月音乐艺文协会主办，议员曾志杰服务处、陈怡晶、周丽金、李中勤、林冠伟、周义奇、吴宇环等议员，还有东区关心理办公室、中华愿望公益展望会、会校唱片协办，邀请侪位歌手做伙来演唱经典的国台语老歌。甲社区长辈做伙回忆青春时代。爱情的力量，烧出来有需要的变样。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为情来理想。出咱的梦，愿意你的人。星星搭配，快些英雄。
议员曾志杰也亲自到场同乐，并以甲社区长辈问好致意。曾志杰讲，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希望透过活动唤起长辈青春回忆，嘛也感谢新国音乐艺文协会，给这个机会，做伙关心咱的长辈。因为我们现在是老人化的社会，那所以呢，宜晨理事长他有一些想法，他觉得这些长辈好朋友，我们要勾起他年轻时的回忆，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个引领风骚的音乐会，那邀请来现场许多知名的这些乐手，那很特别的，等一下会有这个英俊小生刘尚谦影帝。哦，对，影帝已经来到现场了，他等一下会帮我们做一些演出。那身后呢，现在也很多的老歌在演唱当中，都能够相信呢，现场所有聆听的长辈都可以勾起他们年轻时的回忆。那志杰很谢谢宜晨理事长给我这个机会，跟他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这次曾志杰议员呢邀请我们来到了这个千禧公园呢办这个音乐活动。那这边的里民呢，能听到了一些金曲老歌哈、然后我们协会呢也有出了5首新歌，希望呢各位呢能带给我们这边呢更热情的这些银发族，然后这边里民呢能受到满满音乐的关爱。今天我受到邀请来的时候，他们说是老人服务，我想想看，我71岁了，我也是老人，但是想想呢，我是来回馈大家。如果当初没有大家去买电影票，大家不看电视剧，我也当不上男主角。所以今天来做一个回馈的服务，也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台湾任何一个地区，只要有社福公益，就来找我就好了。虽然只是社区音乐会，但前来表演人全部拢实力坚强。有资深的艺人刘尚谦、歌手尤一晨、许其成、小燕子、狱中、律师甲黑龙等多位新外音乐艺文协会朋友，做伙用音乐陪伴社区长辈回忆青春。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响应台南400盛会，市府民政局联合中西区北基店、下营北基店以及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号召全市40间主菜先天上帝宫庙举办护国祈安大法会，场面相当热烈。台南市中西区北基殿大上帝庙头前热闹滚滚，有40顶先天上帝神轿共同庆祝台南400，现场将近2000外人来到热烈，是300外冬以来上大的盛事。这个香炉是早期的这个传统，尾怎无去吼？因这个要利用台南400，要来为咱这个台南市来祈福。37区的上帝阿公共同一同来替咱国家来祈福，来替咱地方来万民来祈福。这次的焦点是大上帝庙的二弟替发挥出价，庙方还阁特别将供奉伫显灵堂的先锋部长，孔万岁堪着万岁神将，请倒来庙内准备护教出巡。另外，还阁有周公堪桃花女神将。上帝庙呐，以古早来讲啊吼，就是三地不出门啦。所以这边因为就是做这祈福大法会，所以阮请二弟要出门要来法会现场。府城开启灵游宫，首度来到大上帝庙，相当难得。2尊神像合影，成为历史性的一刻。这场法会为期3天，除了伫市府西平广场举办祈安法会以外，嘛伫台南市内绕境，保庇大家平安。水吼，咱上帝讲的灵气，会当使咱台湾呐，会当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场先天上帝庙会，唔但有宗教传承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以正向的力量保庇台湾，全程无过侪噪音及污染，展现优质宫庙活动的内涵。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普发道祭司祭公佛诞为10号开始就有一连串的祝寿活动。今年上特别的就是大厅特别打造一只用纸雕的金龙，显示金龙降世，要来度化众生。吸引善男信女到店来参香。为丹市安区的大庙普发道祭司，伫2000年龙年入伙以后，轮2轮，佮逢甲申龙年。
今年改庙为了庆祝济公佛诞，一日大厅就看到孙手工打造的金龙，而且是用纸雕剪黏的机架，开了3个半月才完成，相当费功夫。加上周边以大石分布来装点，象征济公就是降龙转世，要来度化众生。改庙除了下巴金龙以外，在佛诞期间点亮灯，不只为家己的功名祈福，嘛借跟庙宇的传承有相当的意涵。那我们来点灯的人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仕途顺利啦，身体健康啦，也可以元神光彩所以民众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普法道济寺这个点龙灯的一个工程。我相信对他的家庭也好，对事业也好，对他的那个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助益。希望欢迎我们的信徒来这边点龙灯，获得一个光神颜彩元神光彩这样。普法道这时迎接佛诞当时，嘛已经连续15档得到内政部表扬为极优宗教团体。同时，每一档为善事的接受献礼，管委会嘛拢有无共创意。其中龙年寿酒的设计就相当卡哇伊，而且龙体元宝的造型，就是要互你招财进宝。真侪师兄师姐为了国历3月10号礼拜佛诞，嘛拢抱着虔诚礼佛的心情来到三港布置，希望互大典圆满顺利。庙方嘛邀请所有善心大德到时做伙来看精彩民俗文化表演，也有中医义诊为大家健康把关。尽量来做这种转世弘发到咱这样事的精神来度众济世。那么时至因为是公元2000年嘛，是金龙年来入会安做，所以讲咱教新年的龙年对是有特别真深的一个意义。那么迄天咱嘛有咱真济即个民俗活动，拢总是咱十方的赞言为着要弘发到这样事，这些标杆的精神大家会使讲拢真正拥护真正支持咱这圣诞活动会当安尼含这十方善心来同乐共参这个盛宴。降龙献瑞，欢迎大家做伙来接受。台南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是台南400，伫全台有300间大卖场的业者嘛发挥力量，特别推出台南400专区，全力来行销。台南400伫台湾灯会热烈揭开序幕以后，民间企业嘛热烈响应。其中全国拥有300间卖场的大型量贩店，嘛推出台南400专区，除了甲在地侪企业合作，引进沙巴鱼等知名甲经典的美食，推出8折到85折优惠。要过去就到台南旅游，才买到的高级限定文创商品甲刺绣袜，嘛首次伫全台卖场同步上架。预估将带动整体业绩的2成到3成。台南400的一个系列优惠活动的话，不只是让全台湾可以跟的是台南在地的很多很知名、很棒的一个厂商以及相关的一些系列商品。那整个预估下来的话，也因为台南400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会带动整体的营业额2到3成左右。台南400专区第一波活动上届引人注目的，就是因独家推出限定台南400托特包，限量4000个，加预估2600个，就马上销完。尤其台南市并过来看是幸运区，特别有意思。那广富号的话，我们也跟邱老师有做一个合作，然后就设计出这样子一个台南400跟家乐福一起联名的一个独家限定的一个波特包。波特包的部分的话，大家看到上面写的是台南400，然后又是台南的这2个字。那我们把波特包的部分反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它的字会变成幸运士。那其实象征台南，大家过来台南的话，其实就是充满了幸运这样子。业者虽然跨准商机推出台南400专区，不过嘛等于是无少党主替台南400行销创造双赢，要让全国看见台南400荣耀。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
为了打造家人优质的教育环境，市府争取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定式设计课程。市长谢国良鼓励高中学生要把握难得的机会来学习，对未来较有帮助。近代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一个基础模型。市长谢国良去年9月亲自到美国争取引进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合作的城市设计课程，在市政府正式开课。获选来上课的各校高中学子聚精会神地听课，市长谢国良也当起学生一起跟着上课，并以自己的求学经验勉励学子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那我很希望就是说，上这个课程对未来大家不管是升学大学或是进入职场，都能够有真正有实际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大家很珍惜这段课程。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那个时候先大学毕业后，然后在金融业里面的电子商务，做了4年，然后申请到这个麻省理工的商学院，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我非常珍惜那个时候上课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呢能够珍惜这个上课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光稍纵即逝。那上这个课最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会颁发给各位一个他们完整的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电脑计算学院的这个 Robot Open Autonomous Racing 的一个毕业证书。我希望这一个毕业证书能够对大家申请顶尖大学有好的帮助。基隆市政府领先全国，为基隆的高中生引进这项学习资源。市长谢国良说，完训后，学生将获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颁发的证书，以帮助学子们未来申请进入顶尖大学就读。市府也将持续了解学生与家长的需求，为在地学子来打造最优质的学习环境。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一名74岁英国男子杨迈克，每一冬拢会来台湾观光。热爱环保的伊，唔那希望退休了后来家人住，同时希望伫台湾推动减塑行动，呼吁大家爱保护环境。拿起手机拍下基隆港最美一刻。他是74岁英国籍男子杨迈克。多次来台湾旅游，从此爱上台湾风情。退休之后，决定移居台湾，最后取得中华民国居留证，成了台湾新住民。This is much more friendli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if you want to be very a good Taiwanese person, you use a tea bag. 杨迈克的包包内常常随身携带塑胶袋、环保筷，只要遇到台湾民众，环保使命就会上升。他在德国是做也是这种推保这种绿色环保的这种工作。那他来到基隆，来到台湾之后，他喜欢台湾，喜欢基隆，他想要把他的理念，这种绿色环保的理念推广给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曾在联合国从事环境发展事务工作的他，在德国工作20多年，退休之后不忘继续宣导环保、爱地球观念。Keelung is a beautiful and interesting city, but what I'm not impressed with is the rubbish, the garbage here. There are too many plastic bags, too many cups, and that's a big disadvantage of the city. 他也非常喜欢吃素食，所以他就是因为环保，所以他觉得一半他几乎都非常喜欢吃我们台湾的素食，他觉得素食非常的好。台湾新住民杨迈克热爱宣导环保，提醒台湾民众减少1分塑胶垃圾，让地球更干净。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